乡亲继续来看这个新冠病毒的预防射，即卖已经开放后，所有年龄层拢会当来注射。也毋过，台北联合病院的医师苏一峰讲，最近2礼拜看到有将近100个门诊的病患，拢是因为胸坎啊闷起痛来找医生。其中有9成拢注过 BNT 的疫苗，而且拢是少年人。所以要提醒青少年，爱观察到家己注预防射了后身体的反应，再来决定是不是要来注第2射。也毋过，有医师认为，目前也无法度来判定讲胸坎啊痛甲注疫苗有关系。为着要来增加到保护力，也是建议爱注预防射较妥当。想要得到保护力，搁惊注射，这位高中生当场流目屎，搁有学生是惊甲直接偏尖，风带走。好佳在休困了后拢无代志，不过最近胸坎科的门诊发现，感觉家己胸坎杂会痛的少年人变多啊。资讯电图看到有一个所在有浮起来，这是一位20多岁少年人注BNT了后，感觉下骨无爽快镜头。其他疫苗打了这个胸痛的情形呢，真的是蛮常发生的。那我们有些人呢胸痛是忍耐，那有些患者呢是胸痛就去检查、抽血或做心电图。但是我们疫苗产生的这个免疫反应所造成的心脏发炎呢，或心包膜炎呢，还没有这么严重。其实是不应该这么高的啦哈。不过当然，这些人不舒服，到最后到底是不是心肌炎？那如果是心肌炎的话呢，是不是严不严重了哈？胸坎杂胸坎痛，敢是因为注BNT引起的。不过胸坎科医生嘛建议，少年人上好是先观察家己注疫苗了后身体变化，再来决定敢要注第2剂。我们打疫苗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打疫苗目的最主要大概有2种。第一种就是我完全不想感染，我一点病毒都不想要碰到。那这一种的人就是有需要打第2剂、第3剂、第4剂这种加强针一直打，因为打了它才有办法让你减少被感染的机会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目标不是完全不要感染，你的目标是说没关系我感染，但是它如果像小感冒不会变成重症，我可以接受。那其实告诉大家，年轻人打1剂，甚至不用打到2剂啊，就足够了。不过，有医生认为注疫苗是目前防疫上有效的方式，为了让全台湾早一日脱离疫情的威胁，要是定期来注疫苗较保险。